Google 廣告啦，或者係 TikTok 廣告啦，呢啲一系列嘅即係已經係比較有知名度嘅平台，你喺上面做廣告咧，其實我哋都可以係即係同政府咧去做一個實報實銷嘅 claim 錢嘅動作嘅，OK？咁咧就仲有其中其實我講過一點啫，仲有8樣嘢嘅。我哋係第一樣嘢係第一點啦，我哋睇到係仲可以資助喺香港境外進行，以香港境外市場為目標嘅展覽會。咁你知道啦，日本啊或者南韓啊或者係即係香港以外地區啦，咁經常咧都有啲叫做展覽會嘅。咁我哋作為香港商家咧，我哋可以出去擺一啲攤位啦，咁然之後咧政府咧係可以俾翻 sponsor 我哋嘅。咁另外就係一啲喺香港舉行嘅都得嘅，係啦，目標市場係境外市場嘅展覽會。咁譬如話會展啦，